大家要留意翻咧，係會按翻嗰個收樓嘅次序去完成交易嘅步驟嘅，所以都唔使太擔心。不過因為戶數少咧，應該都係1個月之內咧會完成晒嘅。咁大家咧，除咗收到律師樓嘅信之外，亦都會收到佢哋嘅電話通知嘅。一般嚟講咧，都會事先同大家夾好一個交易嘅時間。咁因為咧交易係會有一個強制交易期嘅，只係得2個星期，大家就要留意咧喺呢個收樓時段咧就唔好隨便去外遊啦。因為如果過咗呢個成交嘅期限而未完成成個手續嘅話咧，係會有罰息嘅，而個利率咧係會比銀行嗰個利率咧仲要再加啲添㗎。相信各位業主喺呢個時候都已經係申請咗按揭㗎啦。如果大家未準備自備嘅代表律師嘅話咧，都係時候去揾啦。你亦都可以選擇咧用翻房委會嘅代表律師咧去幫手完成嗰個買賣手續嘅。但係出於呢個身份衝突嘅問題咧，佢哋就唔會代表業主嘅權益嘅，因為佢哋已經代表咗賣方房委會啦。同時間咧，記得準備定啲錢啦嚇。今次上去律師樓咧，除咗要俾印花稅啦、律師費同各項雜費之外咧，如果你係諗住自己要再俾多啲首期咧，亦都要交翻俾律師樓去幫手處理嘅。咁大家上到律師樓就要簽好多個文件啦，記得簽名咧係要同之前揀樓嗰陣時簽嘅係一樣先得嘅喎，咁先至係可以核對翻大家嘅業主身份。如果唔記得嘅話咧，就記得去睇翻之前嗰份合約先再簽名㗎。記得要帶齊所有嘅文件啦，包括選樓嗰一日咧，成個文件夾入邊嘅文件，同時咧仲有自己嘅地址證明啦，同埋身份證等等。咁律師樓咧應該會同大家去講翻咧係帶啲乜嘢上去噶啦。到時咧仲要作一個宣誓㗎，呢個宣誓咧主要係講翻咧大家係用翻邊一個印花稅嘅稅階去交呢個印花稅嘅。咁大家上到律師樓就要簽好多個文件啦，記得簽名咧係要同之前揀樓嗰陣時簽嘅係一樣先得嘅喎，咁先至係可以核對翻大家嘅業主身份。如果唔記得嘅話咧，就記得去睇翻之前嗰份合約先再簽名㗎。記得要帶齊所有嘅文件啦，包括選樓嗰一日咧，成個文件夾入邊嘅文件，同時咧仲有自己嘅地址證明啦，同埋身份證等等。咁律師樓咧應該會同大家去講翻咧係帶啲乜嘢上去噶啦。到時咧仲要作一個宣誓㗎，呢個宣誓咧主要係講翻咧大家係用翻邊一個印花稅嘅稅階去交呢個印花稅嘅。再次提醒大家咧，必須要留意嗰個交易時限嘅，因為咧如果你係有借按揭嘅話，律師樓同銀行等等咧去搞手續係需要時間嘅，最少都要預翻5個工作天。咁所以咧，如果有按揭嘅時候，最好就喺交易時限嘅頭1個星期咧，要上去簽好晒啲文件啊。萬一有啲咩甩漏咧，仲補救得切嚇。如果唔係咧，有機會咧就會耽誤咗個時間咧，要罰息啦。簽好文件嘅時候咧，職員會同大家夾定一個時間嘅，大概會安排邊一日去進行呢個正式嘅成交。咁呢個成交日咧，通常就唔會揀星期5嘅。如果大家係要進行呢個按揭嘅話咧，星期5如果辦唔切手續咧，就會比較麻煩嘅。咁所以咧，通常都係揀1至4嘅朝頭早咧，就最常見。咁大家咧最快咧就可以喺完成交易嘅第2日咧，可以去律師樓嗰度攞翻一封律師信嘅。咁呢封律師信咧就係大家可以攞去管理處嗰度咧約攞鎖匙嘅。咁大家收樓咧就要事先打電話去管理處嗰度預約嘅，盡量就唔好自己走上去啦。喺初期收樓嘅時候，由於比較輕鬆啲啊，咁所以大家可能朝頭早攞咗封信，下晝過去交收咧都仲係可以嘅。但係隨住大家陸續成交同埋約攞鎖匙咧，就會變得非常繁忙。好似早前錦駿苑咁啦，可能而家打電話去都要約成個星期之後啦。咁所以大家咧，如果係要安排收樓嘅話咧，攞咗信都要及早打電話去了解定個情況，或者喺群組入邊咧向其他嘅鄰居咧了解一下而家個進度係點樣嘅。一般嚟講啦，我哋就會希望咧可以喺成交日10日之內咧收到呢個鎖匙嘅。因為咧呢個收鎖匙嘅時間係會影響到咧公屋嘅朋友仔佢之後點樣計算還公屋嘅時間嘅。咁如果大家係喺呢個成交日期10日之內咧攞咗鎖匙嘅話咧，就會按翻收樓嘅日期咧去計還公屋嘅日期嘅。如果係超過咗呢個時間都未拎鎖匙嘅話咧，佢就會將個計算方法咧褪翻前嘅，因為咧冇可能俾大家無了期咁樣延遲還公屋噶嘛。咁所以最好咧都盡量喺呢個時間之內去交收啦。
如果大家咁啱咧數到還樓嗰個日期咧係節假日嘅話，仲需要咧提早啲喺假期之前咧要還定啲鎖匙嘅。咁所以大家咧喺處理同埋安排呢個收鎖匙嘅日期嘅時候咧，要花啲小心機去計一計算啦。咁另外咧，收鎖匙嗰日無論係白表定綠表啦，所有嘅業主咧都需要出席嘅。如果有其中一啲業主咧未能夠出席，大家想方便啲一個人做代表嘅，咁就事先咧喺律師樓嗰度索取一個委任狀，到期時咧帶翻其他業主嘅身份證副本過去管理處嗰度收鎖匙就可以啦。咁叻媽咧通常都係建議大家朝頭早去收樓㗎。點解咧？因為咧過到去處理下啲手續咧，都最快1-2個鐘啊。搞掂完之後咧，上到去單位嗰度開心一陣啊，就要開始做正經嘢啦。要買下啲窗啊，做下驗樓嘅動作啊。咁其實搞得嚟咧，好快就已經天黑㗎啦。所以咧，大家為咗慳翻啲時間，唔使走多幾轉啦，最好就朝頭早過去，咁就有全日嘅時間啦，可以處理相關嘅事務。如果大家揀樓嘅時候通知咗房委會咧，代為去開啓呢個水同埋電嘅戶口咧，咁你哋上到去已經有水有電可以用㗎啦。咁至於個戶口幾時登記咧，大家稍後咧就會收到一個繳費單嘅，通知大家去交翻一啲訂金咁樣。咁到期時可以上到去網上咧登記翻自己嗰個單位嘅登記人係邊個，唔一定要係業主嘅，係其他人都可以交翻啲身份嘅證明文件就得㗎啦。咁煤氣方面咧，其實大家就唔使太急啦，因為咧煤氣嗰個標咧，一般嚟講都建議大家係做好晒啲櫥櫃嘅設計啊，知道個喉管點樣行，改咗喉咧，裝好啲嘢，最後先至咧叫煤氣公司上嚟裝標嘅。一旦裝咗標嘅時候要再改咧，係會貴好多嘅。咁所以大家咧煤氣方面就唔需要太急。喺大家收咗樓之後，當然最繁忙嘅一件事咧，就係要處理呢個驗收啦，要進行執漏啦。7日之內咧係要交翻呢個表格㗎。咁大家要連同鎖匙啦，同埋一個填好咗嘅執漏表格交俾收樓大使啦。咁之前咧，叻媽都有分享咗幾段嘅短片咧，同大家講過新居屋常見嘅一啲驗收問題嘅。咁大家有需要嘅話咧，亦都可以聘請一啲專業人士代勞啦。如果係想自己親自操刀咧，咁啊叻媽呢度咧有一份新居屋嘅驗樓清單。之前亦都有啲啟祥苑嘅觀眾咧問咗叻媽攞㗎啦，咁大家可以跟住嚟做。叻媽咧亦都有安排一啲現場嘅驗樓班俾大家啦，同埋咧我哋都有驗樓嘅服務俾大家嘅。如果有需要嘅話咧，亦都歡迎咧致電或者係 WhatsApp 我哋53000892查詢嘅。咁我哋咧無論業主嚟緊嗰個裝修計劃係點樣都好啦，都會做晒成個列表入邊所有嘅項目嘅，所以需要嘅時間咧都會比較長，因為嗰個灑水測試咧可能都已經要半個鐘到啦。咁所以咧，如果係有興趣揾叻媽嘅團隊幫手嘅話咧，都需要喺收樓之前咧事先同我哋溝通啦，去約定一個時間㗎啦。咁亦都有啲朋友咧，可能打算喺收樓嗰日咧，順便去拜埋四角嘅。拜四角呢個動作咧，我哋就要喺裝修動工之前去進行嘅，以祈求咧成個過程順利咁樣啦。咁大家擇日嘅時候咧，就要留意翻啦。如果專業啲，可以揾師傅咧去幫手夾一個日期嘅。亦都可以咧去買嘢嘅時候，紙紮簿咧可能佢都會幫你睇下吉星，睇下邊個咧係適合去進行拜四角動作嘅時間，同埋咧要睇翻屋企人嗰啲生肖啊、啲時辰有冇相沖啊等等咁樣噶。有關嘅詳情咧，大家可以參考翻叻媽呢一段片噶。之後嘅重頭戲當然就係裝修啦。咁大家都知道裝修有好多嘢要跟嘅。其實叻媽咧就有一個叫做居屋裝修嘅播放列表啊，咁大家可以入去睇睇啦，都有唔少關於裝修嘅資訊啊，同埋驗樓嘅資訊，值得大家去參考嘅。譬如點揀啲傢俬啊、燈啊嗰啲，我都有好細緻同大家分享啦。希望大家喺呢個過程咧可以輕鬆少少。裝修咧，對於啲公屋嘅朋友嚟講咧，係特別緊張嘅，因為咧大家要還公屋啊嘛，個時限咧就係得60日，最多咧可以延遲30日嘅啫。咁有啲朋友仔問如果我執收嘅期間咧係比較長啦，會唔會嗰個管理費可以唔交或者延遲還公屋啦？咁其實係唔得㗎，管理費係要照交。咁而公屋嗰邊咧，除非係一啲非常特殊嘅原因啦，先至可以喺90日以外咧再延長嘅啫，否則咧大家都係跟呢個標準嘅。咁至於大家還完公屋個收費咧，到期時就會有房委會嘅職員上去單位嗰度睇翻大家嗰個
基本嘅情況嘅，跟住講翻俾大家知邊啲項目咧係要還存嘅，咁個收費係點樣？大家可以選擇咧自己揾人去還原翻啦。如果係冇辦法搞啦，或者太複雜咧，可以俾翻房委會嘅工程部去收費進行處理嘅。最後咧，大家要遷出嘅時候係要清空晒成個單位膠吉啦，包括所有嘅家私啊或者上牆嘅一啲掛架等等咧，全部都要清理嘅。如果你話我搬唔晒所有嘅梳化啊大嘅櫃，咁大家可以咧去問樓下清潔部嗰啲姐姐咧，佢通常咧都有一個負責人啦，可以幫大家報一個清理嘅價錢嘅。又或者咧，大家可以去委任一啲清潔公司啊，或者甚至而家有啲搬屋公司咧，佢都可以喺搬屋嗰一刻咧，順便幫手搬埋去樓下嗰個垃圾處理場嗰度嘅。咁大家咧就事先去了解清楚個收費啦。鍾意叻媽今日分享嘅內容，記得幫叻媽撳個 like 同埋分享俾有需要嘅朋友仔，亦都歡迎透過唔同嘅渠道支持我哋嘅創作。我哋下一集再見啦，拜拜。